咱来听故事。我啊，我你我安怎？我喙齿痛，喙齿痛，安尼你要较紧去看医生啊。我无爱啊。食饭糕，就你就好食啊。大钱啊，你敢不爱食？紧食啊！哎，食面唔好点点手哩啦，紧食哈。啊，你是安怎哈？这是倒位啊？哦，这是喙齿。哦，这是我的喙哦，奇怪，那遐垃圾啦，我拢有落喙呢。哎，奇怪，你是哦，你新来的哦？哎，恁是啥物人？为什么走来我的喙？唔是，为什么走来遮？吼，你这个新来的废话真多呢，咱紧去看卖迄边迄起，安怎？哦，来，我甲你讲，这边的喙齿吼，差不多会当开始豆豆卡掉啊。你来了拄啊好，咱欠骹手啦。啥物意思？这起吼，发龙节已经放弃啊，会用尾出大坑。来，我卡互你看。哎呀，哦，这松松又个软软的感觉，就是会用个继续卡落去。哦，哦，你是安怎啦？哦，无代志。哦，来，我甲你讲，这个物件吼，足趣味的哦。你只要出来甲骨落，喙齿的主人吼就会疼甲跳起来。咱来试看卖啊！哎，小等一下。哎呦，啊你即马是讲安怎啦？你若安尼哦，会害我的，啊毋是啦，会害伊的喙齿落了了。你来底下皮皮擦？啊，我无错啦，我咧跳舞。哦，跳舞。快个跳啊！金花这是啥物啦？这是水啦！哦，这个人想讲甲喙落落的，就用甲喙洗互清气啊！刚食这个。啊，若是会用字吼，咱哪会还伫咧食？除了好好洗喙，无啥物方法通好对付咱啦。来，这支送你，两米吼，我算到3，咱做伙甲喙齿卡掉。1、2、3。哎妈呀！哎，大金，起来呀，起来呀啦！大姐啊，哦你咯，你不啊？我一定。你甲我过来，我来。你嗰边。我来。你这囡仔，平常时啊叫你洗嘴唔好好洗啦，啊这阵才真惊。这互你，你若是惊的时阵哦，你就出来甲安尼，安尼，互你。啥呢你？你吼，平常时啊叫你去个较欠咧用，啊你是用都唔用，你这阵吼喙齿疼甲安尼啊！我甲你讲吼，你的目睭甲喙齿是上贵的，你好好保养，以后我相钱的。你搞你哎呦！哎，大钱啊，啊你喙齿才拄补好尔呢，你安尼食敢袂当？安啦，医生甲我讲吼，物件食了洗喙就无代志啊啦。而且吼，看医生拢袂恐怖。医生阁有教我哪洗喙哦，你着逐起轻轻啊抿，都无代志啊啦。我即马哦是洗喙高手。操蛋！我讲。